当你来到拉萨、色拉寺和哲蚌寺，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朝拜圣地。漫步进入色拉寺，阳光穿过古老建筑洒下来，辩经的喇嘛们神情专注，手势不停地演示着佛法的精髓。那对佛法的热忱直接感染着周围的人。我在寺庙中穿梭，面对佛像献上哈达，祈愿被浓厚的宗教氛围深深包裹。去完色拉寺拜佛，现在要去哲蚌寺拜佛了。哲蚌寺位于拉萨市区内的山脉之间，不仅气势恢宏，还带有神秘色彩，随着经幡在风中飘扬。我走进寺庙，精美的壁画让人惊叹不已。赶上法会时，诵经声回荡在寺庙之间，我的心也跟着逐渐静下来，整个人都沉浸在这神圣的氛围中，看着信徒们虔诚的朝拜，聆听着他们的焚香礼佛和诚恳祈祷，我深感触动。在这趟朝拜之旅中，虽然时间很短，但却似乎给我带来了一场心灵洗礼，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两座寺庙的神圣和高洁。在这次朝拜之旅中，我深刻体会到了信仰的力量和人性的善良。在这里，无论是谁都真诚地面对自己和对方的内心，通过朝拜祈求心灵的净化和平衡。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这样的信仰体验，为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一份正能量。寺庙的神圣已印在心底。